求真，无名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生即法身，法身绝了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，五音浮云空去来，三毒水泡须出没，正实相无人法，刹那灭却阿鼻业，若将妄语狂众生，自遭拔舌成杀劫，顿绝了如来禅，六度万行体中原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无罪福，无损益，即灭性中莫问命。此来沉静未成魔，今日分明须剖析。谁无念，谁无生？若实无生，无不生。换取机关木人问，求佛施功早晚成。放四大莫把捉，即灭性中随影着。诸行无常一切空，即是如来大圆觉。决定说表真诚，若有人不肯认情真，直截根源佛所应，灾业寻之我不能。魔灵珠人不是，如来藏里亲收得。六般神用空不空，一颗圆光色非色。尽五根得五力，为正乃知难可测。镜里看行见不难，水中捉月真黏得。常独行常独步，达者同游涅盘路。吊骨神清风至高，貌翠骨刚人不顾。穷世子口称平，实是生平道不平。平则身长披履合，道则心长无价真。无价真用无尽，利物应机终不宁。三生四智体中原，八解六通心地应。上士一觉一切了，中下多闻多不信。但自怀中解垢衣，谁能向外夸精进？从他棒任他飞，把火烧天徒自疲。我闻恰是饮甘露，消融遁入不思议。观勿言赐功德，此则诚无善之事。不因善放起怨轻，何表无生忍持忍力。中一通说一通，定慧圆明不至空。非但我今独达了，恒沙诸佛体皆同。狮子吼无畏说，百兽闻之皆脑裂。相向奔波失却微，天龙即听生心悦。游江海涉山川，寻师访道未参禅。自从认得潮汐路，了知生死不相关。行一禅，坐一禅，语默动静体安然。纵欲风刀常坦坦，假饶毒药也咸咸。我师得见燃灯佛，多劫曾为忍入仙。几为生，几为死，生死悠悠无定止。自从顿悟了无生，于诸荣辱何忧喜？入深山住难若。神隐啊！
悠游静坐，禅林呢，家有去睡即安居，时潇洒，觉寂了，不施功。一切有为法不同，住相不施生天福，犹如仰见摄虚空，视力尽见还罪，遭得来生不如意。真是无为实相门，一超直入如来地，但得本莫愁末，如镜琉璃含宝月，既能解此如意珠，自利利他终不竭。将月照，松风吹，永夜清宵何所为？佛性借诸心地应，步入云霞体上衣。降龙波，解虎袭，两孤金环明历历。不是雕形虚是持，如来宝藏清中基。不求真，不断妄，了知二法空无相，无相无空无不空，即是如来真实相。心净明，见无碍，豁然盈彻周沙界。万象生罗影现中，一颗圆光内非内外，或达空波因果，莽莽荡荡遭殃祸。气有着空并亦然，还如睥睨而投火。舍妄心取真理，取舍之心成巧为。学人不了用修行，真诚认贼将为子。损法财灭功德，莫不由私心意事。是以禅门了却心，遁入无生之见力。大丈夫秉慧见，般若风息金刚焰。非但空吹外道心，早晨若却天魔胆。正法雷及法鼓，不辞云西洒甘露。网络不顺了，声音就中断了。有法宝都要珍惜啊！暗象深柔彩线中，一颗圆光辉内外，或达空不因空，茫茫荡荡遭殃祸。一法还法，月一切水月一月，诸性共如来地切地非色行业谈八万刹那灭杀界入句和不可毁不可赞，空物不密集均不可得，舍不可终怎么得？末时说大师门开，问我网络不顺，声音不正常。或是或非人顺行无扰，不是等闲相见法指一是第一业所传18代西天入此土，以党为出主，在人道和穷数
有无俱浅，空。20空人不长，以性是心是根，是尘，两如永恒，能够光指现，心法双一正，天法20根福国难调治，西邪见身，强弱多害，我们恨不灭除，令坐在心，殃在不须怨数，更由人，而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法轮，因无杂数，欲觅成狮子柱，静静灵自由，走兽飞行远去。狮子儿蒙3岁便能大笑吼，若是主王百年妖怪必须开口，圆顿教有一不直宣，不是山珍成我，行恐落断肠坑，无非是不是他桃李之千得女顿成佛，哀善今生现罪，无少年来积学问，成诸许论，分别相不虚，入海算沙图自困，却比如来苦喝者，属他宝有何益？从来正瞪绝虚年或风动显性解不达如来智正道心，外聪明无智慧，易愚痴，易找全指上生实解，直指为曰定法中须捏怪，不见一法即当得名为观自在，了本来空，末了因须还数，逢王善不能参，并欲王菜，在行中生莲不坏，永失分整成心在，狮子吼无畏说，生贴猛打占菩提，不见如来开有二比离光真最别，维摩大智顿无疑，犹如霜雪不思议，脱恒沙也无极，四世供养感劳，万两黄亿税焚身为足头，一句了然超百亿，法中行超世杀如来，杀如今来结此应受之者，小界无一物，亦无人。千八界海中欧，切圣贤殿一切圣贤如电火，假使田顶悬，定圆明是可冷，对可热，
众魔不坏真说，下真容慢净土，谁见螳螂能拒？像鱼兔大不于小，当见棒之，为了无经君。众救苦增经，说救苦经，弥勒不下士不回其灵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正考三圣，若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正四川王王桃心，心，天真说元挂圣号，等等待待时时至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积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母，九元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朝通天阙，婴儿3000对儿童，因为要想跪下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多多精炼去超生，适得其来白羊子，将儿连贴化成经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善哉八难不来经，要想成佛行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就听学人无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下真天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到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神法来对号，傲视灵通查得清，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天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山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元将，500年观经随根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现神通，择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神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爽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大救猿人降儿女，火光肉体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家祥云去成功，十方天兵护我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去腾空，方天兵护我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王敕令记下生，说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另外唱你常执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道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棒，弘扬石魔化为尘，遮持劫念行路径，念习真言归活力，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，10口，口3口，4口5口，6口5口，6口7口8口9口10口手，降祈福诵经回向往信，信请各报自己姓名，弟子赵朝明，信女同时因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
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向于回向于子女，向于子女，恒靠行持，弥勒弥勒之子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地公活佛，萨月位菩萨，月萨做主，慈悲做主，做主，求在其世界和平，其祈求战争止战争息，止息，世界和平，平风调雨顺，民祈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国泰民安，世所至道，世所至道，高阁圣此昭格才呢。昭格才，当来弥勒尊佛，南无来下当来下生生弥勒弥勒尊佛，佛，当来我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南来无当来下生下生弥勒尊佛，当来南下生无当来下生弥勒尊好，佛。感谢点传师能够掌握前贤大德，大家一起诵经。大家晚安。前贤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师弟，清理完了。好像有几个字错误，我们改一下。那个正道歌里面，好，我刚才在念的时候，好像有几个字可能打错了，我们呢来改一下。从第一页开始哈。对。好，各位前贤晚安前贤晚安。晚安，感恩啊，感恩。你要叫前贤晚安。感恩慈悲，感恩各位点开始慈悲。比较没有啦哈。对，第一篇没有啊，你那个你要分享画面给我或者看。好。感恩父亲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开始慈悲。第二篇也还好啊。第二篇没有错。第三篇，那个，等一下。右边第四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好。柔江川。我注音注错吗？不是，那个字打错。好。字有打错。在下一篇看，在下一篇。这一页右边第四行。有江海，这边没有，这边都对。好。在下一篇。这一篇好，在下一篇吗？当然，主声不注意。在下一篇。好。永夜清宵手入深山。你认慈悲，你可不可以把你看的那个原文？那个但得本这个但得本莫愁莫嘛，如镜琉璃含宝叶。我能解除如意珠，这个第三行第一个字，这个字改我这个我吗？对，你我他的我能解指如意珠，对。我能解指。利他终不解这个吗？对，那个没有错，好。我能解指如意珠。再下一个。
下一页。这个都没有，就这。不是那个，我有一个，刚才好像有一个字，心思跟像。求他结婚，我就还有一个那个，芥末华24，芥末华24。这个还没，不是本好，来要接在这边哦，来那个这里恨不灭垂，恨不灭除令瓦碎。那个碎不是碎，令瓦解。解。对对对，令瓦解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。恨不灭除令瓦解，恨不灭除还有令瓦解。失职而重随后，失职而重随后。在下一页。对，在这边，对，这个是不是蒙，不是众，那个众生的众，众生的众。哦，失职而众随后。众生的众。失职而众随后，众生的众呢？对对对，众随后，对。失职的，都写那个老师的诗呢。奇怪，那古人都用老师那个诗，代替狮子老虎那个，失职而众随后。在下一页看一下。好。对对对，那个是那个红字的是爱的第二声啊。那个是爱的第二声啊。哦。好，那个是爱。那个Word版改成那个之后再复制到。不是注音，你跟他注音打一下爱的第二声。哎呀。现在不可以用，我会用那个注音版打。哦，这个这样啊，你先记起来，那个是爱的第二声。还有这个是错，这个是念错，吃乌哦错第二声。菜呀。下面这个吗？对对对，那个是真念错，吃乌哦错的第二声。通常都是念菜呀。好。病得医往，争得菜。一般学校教都教菜。病得菜就是痊愈呀，病好了。可能一个字多个音哦，他选的错哦。还有一个。领任，可是我打那个Word档啊，他那个用注音，他是写猜耶。
菜呀、等一下后学分享给你哦。第四声菜呀、还有一个那个最前面有一个比来陈进未成抹，那个是要第一页那个第一页那个，你看这嗯，个，那个以来成进，不是此来成进。那个不能，这个是网络不顺了，声音都中断了。错，失误哦。嗯，这个 I 不能第二声吗？6，那 I 这样子吗？应该应改成2。这个 I，那个是念 I， 不是那个是 I 嘛？哦，那个不能改错，知或错啊。我查词来看一下。好。嗟啦，那个字是嗟，嗟叹的嗟。手机可以用手写的，手写让它出现那个字来选。感恩啊，感恩父亲的慈悲啊，感恩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日、各位护灵的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学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